KPO 2K 先谈点背景。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平安。咱甲隔壁讲，你用来参加基督会，实在有够有福气。你来参加基督会，实在是做福气。昨阮伫下晡伫遮有迄培灵会，真正圣神嘛是充满伫咱的富强教会中间。所以昨耶稣有来伫咱的教会，所以咱今日继续用敬拜，互耶稣以爱留伫咱遮，敢好？好。即是咱个先来吟诗来祈祷。感谢主，受赐愿福分，宝贵无比的。咱的教会，搁咱身躯的未信者，咱来开嘴为伊祈祷，嘛为着恁家己的身体来祈祷，咱同声来祈祷。祝你帮助我，搁较济祈祷伫你的面头前。有当时啊，阮的身体有软弱；有当时啊，阮的家庭有无平安；有当时啊，阮甲阮的厝边可能无法度来和好；有当时啊，是伫阮的工场面顶有足侪困难。总是主，你知影，你是听阮的主，你是听阮忧愁的主，你嘛是为阮来排解的主。主，你帮助阮，互阮的身躯边。不管是阮的身体，还是阮的身躯边所有的人，拢有为你来平安，嘛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献上阮的祈祷。阮主，阮的教会伫这50周年的中间，有侪侪的事工，嘛侪侪人伊为爱上班有家庭，搁爱伫这教会来服侍。主，你知影因的忝，因的艰苦，嘛最近嘛足侪咱的服侍同工，同工咱的身体有欠满的所在，主你的保护搁常常压榨伫这个中间，互阮知影，虽然阮有软弱，毋过阮靠你有法度来得。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感谢主，受
来拜改，来拜改，来搁较大声来吟。伊是听的主，为你听阮的心事，解阮忧愁，了解阮无助。伊是听的主，了解阮境遇，阮知这款好运是对伊受赐。感谢主。咱来对上帝来吟，互伊听到咱的心歌，互伊听到咱的敬拜。当咱个吟的时阵，咱搁爱有信心。咱搁较有信心来吟大声。就了解阮无助，伊是听的主，了解阮境遇，我知这款好运是对伊受赐。这是咱嘛为着咱的社会、咱的国家，搁有咱最近伫新闻中，你若看到，你感觉恶担当，还是不平的代志，咱拢献上咱的祈祷。咱真做一个基督徒，咱莫论断咱的国家，莫论断咱的社会，总是爱为着每一个人来祈祷。因为伫上帝面头前，咱逐个人拢是罪人，咱逐个人拢爱互伊来救赎，所以咱开嘴为着咱的国家、咱的社会来祈祷。谢你，学到你帮助阮，当阮真做一个基督徒时阵，阮知影要安怎为着国家甲社会来祈祷，互阮知影真做一个基督徒，毋但是甲咱的代志，规笔圣经拢来教示咱你的公义、你的公平、你的怜悯甲你的慈爱。万你的愿你的公平、怜悯、慈爱，拢伫阮的国家甲社会。主，阮感谢你，将阮最近的新闻、做国家做侪无好的代志，还是无公平的代志，拢藏伫你的面头前，嘛，互审判者的法官拢有为你来智慧。阮感谢你，学了你，献上阮的祈祷，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解决袂？啊，解决咱个信仰说真正好，感恩。
在咱即时咱为着家己，为着你所恶担当的代志来祈祷。主，阮要用敬拜、用祈祷来到你的面头前。主，你头拄有听到阮的敬拜，听到阮伫你的面头前，安尼学了讲，主耶稣你真正好，你真正好。所以主耶稣，阮只是要讲将每一人的祈祷放伫你的面头前，搁像芳芳的祭献伫你的面头前。虽然有咱的忧愁，毋过阮搁较有阮的讹乐。所以上帝，你来听到阮奋强教会敬拜，听到阮奋强教会人的祈祷。互阮所有的代志，伫你的面头前，拢真做有一个公义的回应伫阮的中间。所以主，阮感谢你，阮学了你，毋望你继续来听阮的祈祷，听阮的敬拜。咱搁一遍，咱来敬拜咱的上帝。上帝听到恁的敬拜，来听到阮的祈祷，咱的敬拜，咱的声音。咱只是起日来念圣诗。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上帝，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也伫地的上帝。
你不止创造天地，你也创造阮每一个人，互阮有活命，通来认捌你，通来敬拜你。主啊，你嘛特别拣选阮，正做是你的囝儿女，互阮通会当来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祝福。主啊，特别今日是你的圣日，我每一个兄弟姊妹，搁一摆带着一个恭敬的心来到伫主你的面前，用阮的专心，用阮的专人，用阮的歌声，用阮的祈祷来献上伫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即时甲阮三甲伫地，甲阮同在。求主你的圣神就充满伫阮的这个会堂中间，也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互阮通了解主你的心意，通互阮了解主你的同在的美好。愿主来祝福伫阮早起时的礼拜，也阮伫早起时所回应主你的恩典，通互阮来明白主你的心意是啥，帮助阮也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阮所做的，阮所献上的，拢诚做是一个阳光的礼拜，阳光的敬拜，来归伫主你的面前。愿主你来赐福，来带领今仔早起时的礼拜。即时，阮也要用主你所教导阮的祈祷文，阮做伙要来祈祷。愿伫天日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日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请咱三甲来起应。启文16篇，诗篇57篇，由我来起，会众来应。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密伫你湿果的 DNA， 我要求救至悬的上帝。上帝会对天施恩救我。上帝会对我发出慈爱甲信心，我倒伫向恶人的中间。因的喙亲像枪，亲像箭。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因伫我的骹前设罗网。伫我的面前开陷阱，上帝啊，我的心平静，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啊，着醒起来。我要甲天叫醒，主啊，我伫万民中要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哪天遐尼悬，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带着感恩的心来献上阮的敬拜甲学乐，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邦的主，是阮的救赎者甲牧者。我要高举你的圣尊名，你是值得一切荣耀、学乐、尊荣的主上帝。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谦卑家己，承认阮的罪，你在阮内心每一个念头甲行为，我嘛承认阮常常得罪你，亏欠人，无够尽心来爱你。我嘛无听人亲像家己，恳求你赦免，洗净阮一切不义，求主怜悯，将阮的罪拯救出来。祝福互阮有气力去改变，正做合你意爱的囝儿。听阮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无尽的恩典甲慈爱，你供应我一切的需要，嘛保守我每一天的生活中来经历你的同在甲带领。伫阮困境中扶持阮，伫阮软弱时加添阮气力。嘛感谢你赐予阮富强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互阮伫听的团契内
彼此三扶持、三成长、三接纳。感谢主，富光教会要迎至4到54年的庆典。感谢你过去48年来的信息甲引带，因为你是疼阮行到今日。我们见证你奇妙大作为，恳求你亲自掌管一切宣教的事工的安排甲筹备，使我每一个参与的同工甲会友有够爷的智慧甲气力来荣耀你的圣尊名。嘛下较侪人透过宣教的事工来明白你的疼，愿你的灵充满阮，带领每一项事工的计划甲宣教，来成做一人未信者的祝福。本主日是新竹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阮特别为着圣经学院的同工甲事工来关心代祷。你知因的需要，无论伫信徒培育、灵修课程、学院的软体甲硬体设备，整个学院的发展理想甲挑战，恳求你借着丰盛的恩典引带圣经学院，互因的事工通大大扩展，成做一人的祝福。即时恳求主的信心临在伫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中，引带阮进入你的真理，明白你的心意。愿你的灵作为运行伫阮聚会当中，互阮用圣洁的心灵来敬拜你。互黄牧师今早起所要分享的信息，渺小你的话语，生命得到更新。当心伫你面前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信主的名求，阿门。耶稣着记伫我，你的心鼓临到彼时。耶稣着记伫我，你的心鼓临到彼时。恭守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使徒行传》11章第19节到26节。因为司提反的代志，受迫害四散的信徒，为到腓尼基、塞浦路斯甲安提阿，因无对别人，只有对犹太人传道。毋过，其中有一寡塞浦路斯甲哥尼拉的信徒到安提阿，嘛向希腊人传，对因讲起主耶稣的福音。主的气力甲因同在，信来归主的人也真济。这个消息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因就派巴拉巴去安提阿。伊一下到位，看见上帝有赐恩惠，就欢喜。看免因大家就专心一意信靠主。巴拉巴是好人，互信心充满，阁有信心。即时有真济人信主，后来。巴拉巴去大所找扫罗，找到伊，就去安提阿，足足1年久。因两个教教会人聚会，教是真济人。门徒叫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开始。圣经读到这，愿主听通伊话的人，赞美颂扬诗班，因所要献的诗歌是关门吉美的，因是煞请黄牧师讲道。伊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正做影响人的教会，请人恭敬来领受。
两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透过上帝安排伫新的圣经学院的教学讲台，我有一摆，搁一摆倒当来，亲像家己的母花同款，非常的亲切。愿上帝赐福咱，互咱拢会当伫今日主日的内面来领受上帝恩典甲赐福。伫要分享的内容的代志，我一直咧思考，我到底当下要讲啥物？我想讲来募款，应该是爱讲奉献的代志。但是我感觉伫咱富强教会，你讲奉献，我感觉讲太小看我们了。所以我咧想讲，安尼我的内容我来解一下。我真意爱讲安怎样去做教会。我想富强教会诚做我一直在学习，也不断感受到富强教会的成长甲进步，是我伫牧会顶面诚做一个真好军队的一个教会。所以今日甲咱来分享讲，诚做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我想咱的教会必须爱不断伫即个社会环境的趋势变迁的内面，咱要安怎样来看见教会伫宣扬的福音，真正会通影响到一个人的性命。也教会要安怎样，诚做有一间影响力的教会，就是对咱的生活上不断来锻炼，不断来伫咱的生活中来兴起咱的信仰。所以今日有真侪教会，咱咧讲教会到底是啥物？我伫2礼拜前接到一个少年人敲电话来，咧问讲教会的情形，咧敲找教会，拄住伫东林教会附近，一个少年人。伊就开始咧问讲，长老教会有啥物款的无相款？最后，我的一个结论甲伊讲，长老教会伫台湾基督教内面是一个真大的教派。你若来找长老教会，保证你袂去找到布隆港的教会。所以经过我真有力甲伊见证保证，过2礼拜伊就来伫即个东林教会吼。所以我的意思是讲。有真侪人在敲找教会，伊发现讲教会到底是啥物咱要安怎样来定义教会是啥物？我想可能对咱来讲，咱感觉讲，这是一个问题吗？因为真侪咱拢是从细汉到大汉，咱拢伫教会咧出入入，咱袂去想到讲，我的教会毋是一个有问题的教会啊，我的教会是一个真快乐的教会，我的教会是伫咧厝边的教会。因为我住伫对面，可能住伫隔壁，有可能5分钟、10分钟的路程，我就会当来到伫即间教会。是生活伫咱的范围的内面。总是咱踮伫21世纪的即马，真侪人对教会的定义还是认捌，其实还阁无介清楚。有的检测会感觉讲，教会有可能是一个单位的名称啊。啥物是单位的名称？咱讲即马有真侪教会发展叫做啥物职场教会、啥物网络虚拟教会、啥物 AI 教会啊。拢有真侪这新的名词来产生啊！这个产生会互人误会讲，教会敢是头前所有的一个单位来表现出来？我要讲真正的教会并毋是安尼，真正的教会就是咧讲，咱要安怎样来定义，咱是毋是一个顶头先会通得救的教会团体啊？咱会当伫即个所在来敬拜上帝，咱会当活出来结连基督的性命。还是咱会当来活出基督的教示真理，并且咱会当来完成伫基督所交代咱的使命，成做一个基督的团体。所以我要讲，教会毋是一个社群的组织啦。伫顶礼拜，阮的小组在分享小组聚会内容，你拄仔讲到团契，开始你讲教会团契甲外口的社团有啥物无共款？我要问咱，教会团契甲外口的社团有啥物无共款？你要安怎去定义？你感觉外口的社团甲教会的团契有啥物无相款？来想看卖，一句话表达就会使，有啥物无相款？有团契有上帝伫内面，对，阁有无？教会是要尊主的信主名，然后要传福音的。还阁有无？有无相款的想法无？不要有统一官方的答案。看拢无？得到永生。
有疼的所在啊，有疼的所在，有疼的所在，有关系结连，有肢体结连，有甲上帝结连。所以这是咱教会团契甲外口的社团真无相款的所在。教会毋是一个社群，毋是一个团体，毋是一个社群的组织尔。教会咧讲，就讲有基督的身躯的结连，亲像咱会通伫基督的内面来彼此来成做肢体来扶持啊。所以当咱咧讲到教会两个字的时阵，咱必须爱注意，教会有伊的本质，有伊的内涵。教会是基督的身躯，咱会当来活出基督生命，是对咱成做基督徒来完成的。所以咱来学基督，活出基督的心意，咱要同心合意，共同伫教会的生活的中间来成做一个共同体。所以伫教会内面，咱常常爱思考一个问题。咱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咱的教会的事工的组织、灵命的组织等等，是毋是已经有偏离开伫咱的使命、咱的意向？若说咱所要进行的活动，伫咱的组织的内面，来离开咱的使命、离开咱的意向，那咱需要换新啊，咱需要调整，因为意向甲使命毋是要去来对咱所起造的组织还是团体来行，毋是，是咱必须爱来对上帝所予咱的意向甲使命来做。检查咱有咱的年度的事工的计划，有咱的想法，有咱每一季的季表的事工的活动等等，总是咱毋通互遮来影响到咱甲上帝的关系。咱必须爱思考，当咱的教会有团契、有小组、有其他的事项的遮的团体来存在时，咱爱常常来换新，就是爱转来到伫起初上帝所予咱的使命甲意向来军队。若说无法度来满足，还是符合上帝所予咱的教会会通来理解伊所示落的信仰的本质甲内涵的时阵，就算讲咱是富强教会，咱是啥物款的教会，我想拢无法度来成做基督的教会。今日教会所面对的一个关键挑战，就是教会是毋是要永远会通持守迄款的真理、纯正的真理的信仰，来通成做基督的教会。所以咱必须要对圣经的内面，对耶稣、对教会的心意、伊的定义、伊的看法、伊的思考、伊的讲法，来想咱是毋是会通来起造基督的教会，毋是对咱人的想法、咱的做法、咱的定义来决定。所以咱要对今日经文的内面，安提阿教会起初所起造的教会形态来看，今日教会要安怎样来做出关键的影响力，也是属伫咱基督的教会内面，咱所应该爱积极来去追求、来去了解的关键。头一个，咱必须爱看重一个人会通顶头生的使命。咱爱常常去思考，咱要安怎样来引带，要安怎样来分享，要安怎样来看见一个人伫信仰内面的需要。咱的使命若是透过十字架救恩，会通互罪来得到赦免，会通来得到永远的生命的时阵，咱必须爱深入，嘛爱思考，要安怎样来做，要安怎样来做，咱要安怎样来成做一个会通甲主来结连，会通有合一，会通来成做一个顶头生的生命。我想这是咱教会所咧讲的真根本的一个真重要的基要的基础。所以伫顶头生的内面，咱愿意看见一个人的生命来得到改变，咱愿意看见一个人伊会当来到伫教会来领捌主，咱会当看见一个人伊会当来到伫教会参与伫小组、参与伫团契，然后伊的心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因为有共一个甲咱共款共一个信仰，就是甲主来结连同死同国活的信仰。所以即款的生命其实有时毋是亲像伫咱现主时坐伫即个所在就会通来活出来。我顶几个月前，我接到一通电话，是一个学生打电话来讲起伊的心内无平安。我一开始抓准讲，这个人是要纯粹单纯要打电话来开讲，结果讲无3分钟，讲伊想要去自杀。哇，愈讲哇，我的心愈来愈无平安，因为若讲无好势，有可能真正会去自杀。搁较无平安是。伊讲起，伊古早捌去东林教会过，我的心就愈来愈无平安。
我就开始我甲问讲，啊，你有熟悉啥物人？当时你有熟悉啥物人？哦，啊，结果伊讲的，我所拢无印象，因为感觉讲，来教会一年啊，哪像拢无拄着伊熟悉人，所以电话讲煞了，开始四过去问啦。大家嘛拢对这个少年人拢无有啥物款的印象安尼。毋过讲上次，伊落尾甲伊讲了，然后带祈祷了后，伊就来拍断伊想要去自杀的念头。啊嘛，从此以后拢无接到伊的电话。我咧想讲，一个少年囡仔因为读册，因为工作，受到人的欺负，受到人无肯定，然后致使到伊的性命来受困着，然后伊否定伊家己的价值。我咧想讲，敢会遮尔容易、遮尔简单，就来放弃家己的性命？这是诚做基督徒的咱。咱无法度去想象讲，一个人的性命当去拄着人生的困境的时阵，伊既然遐尔啊容易、遐尔啊简单，就否定伊家己的价值。所以咱咧讲，咱甲上帝结连做伙，然后透过洗礼表明咱的信仰，同死同搁活的即款的生命，对咱来讲是真容易、真简单、真平常。总是对伫遐抑阁无念捌主的人，对因来讲，是遐尔不堪，是遐尔动荡，是遐尔软弱。所以，当咱咧思考着一个人的生命来顶头前的时阵，咱就会去思考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会当互咱来得到拯救、得到目标、得到依靠。所以，咱就会通去理解讲福音的重要性。虽然对咱来讲，好亲像是关系到咱个人，不过我要讲的不只是咱个人。是所有，毋管是你有熟悉、无熟悉的人，这份的福音对因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咱伫上帝的拯救甲创造的内面，甲咱讲什么是愿望，什么是透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宝血、牺牲、救赎，互咱会通来明白这个福音的宝贵。所以透过伊的出世，透过伊的服侍，透过伊的死亡搁活，上帝国就临到伫这个坠落的世间。所以伫伊的创造的内面，互咱会通来看见美好的未来。所以当咱在深深在看见咱的信仰的宝贵，甲伫这个社会还阁真侪人无法度来领受的时阵，我要讲的是福音到底对你甲我带来什么款的见证？咱对什么所在来？咱对上帝创造来，总是伫上帝的创造是看做是美好，伫上帝的创造内面是看到极大的福气，要赏赐予咱的。总是为什么咱会坠落到伫即马现主时的生活，伫咱所踮的台湾，咱的国家、咱的社会，常常有真侪遮的纷争，常常有真侪遮的交叉。伫世界还阁有战争，所以伫坠落的过程中间，咱爱去思考，什么是会当互咱搁一摆倒转来到伫上帝面前来领受伊的救赎？咱要安怎样倒转来伫换新正直的道路？我要讲的是，当一个基督徒，伊真努力、真拍拼要活出生活见证的时阵，请咱爱记哩，咱伫咱真无够也完美的时阵。咱会讲我袂堪得为着主来做见证，毋是安尼。因为伫极其挑战、甲无奈、甲无完美的过程的内面，咱才有法度来显明上帝的疼甲恩典。亲像保罗所讲的，伫逐项事我因为福音来行，是互我通三甲有份伫福音嘛？通三甲有份伫福音嘛？灵性甲咱讲，咱所做、所想、所讲、所行的一切，若说事是为着家己的缘故，为着要互家己来得到好处，那呢，咱就是会通去想着讲，就是要互一个人的性命会通来得到顶头生，会通来得到救赎。所以咱拢愿意来为着福音来改变。我咧想的就是讲，
咱咧期待家己所讲、所想、所做，咱拢会通完成啊！咱通时时刻刻来调整，互上帝来得到荣光。所以咱就开始来思考，到底我所组织的教会、团契、小组、起造的家庭，伫工作的生活的顶面，要安怎样透过伫属灵信仰的培养甲学习，咱会当共同来翻转，共同互咱的信仰的生命来影响生命，互咱的生命来影响生命，互咱会通互众人来看见咱的基督的生命，看见咱的信仰。互伊的思想，互伊的观念，互伊的内在的性格来得到改变，来得到改变。伫美国有一间教会，伊咧鼓励无相关种族的遮的少年人来创设一个工作，叫做做派。透过这个烘焙做面包做派，其实这是真无容易的代志。因为遮个无相款种族、无相款家庭成长的背景、生活的内面，因受到侪的伤害，受到侪的苦痛，总是透过教会有真无相款的思考，去调整因的时间组织，然后帮助互少年人安怎样进来入来伫教会的内面，所以就开始同齐来分享生命，分享因的创作，分享因的信仰的生命啦。所以教会就真做一个影响力的教会，帮助青年、帮助少年人伫教会内面来超出伊的信仰，超出伊的活命，超出伊的未来的目标。教会会通真做一间影响力的教会，是因为看重一个人的生命，是毋是会通来顶头先，然后带来无限的创造力，互人会因为着咱所做一切来经验、来认捌上帝啊。所以这是咱是毋是会通来看重？要以一个人的生命会通来顶头先，若是说咱有即款的共同的目标，我想咱的教会会带来真无相款的创造啦。第二项，咱是毋是会通真真正正来要以过一个团契的生活？真侪时阵，咱会真容易将团契变成做是一款的聚会的形式。小组嘛是相款，咱要分享，咱要参与，咱要奉献等等。我意思是讲，若咱无法度做到伫以上遮所讲一切，有可能咱就无通真做一个团契的一份子。总是团契真正意思，就是对咱的生活的形态，也就是讲，拢是真自然，是真做咱的生活的一部分，对内在生命来发出啦。这才是真正的团契，真正的小组。若是安尼，咱要安怎样真做一个真正的团契？我想就是咱个人会通甲上帝有真深真深的结连做伙，有即款的关系，毋是咱要听候啥物人来付出，毋是咱要听候啥物人来做，是咱来对咱家己本身开始来做起。若说咱会当来做好咱家己，甲上帝保持迄个真好的关系，生活的形态、团契的生活，拢会真和谐。信徒的中间也会彼此来相听，因为上帝是听，所以咱需要积极有效果去起造建立一个良性、正面，互人会通来到伫教会，人甲人、甲上帝迄款的关系生活，透过互相信任、互相体谅、互相扶持、互相帮助，迄款的听的团契就会显明出来。听的团契显明出来了，才会通带来重新起造、医治、望、侪的快乐来产生，就成做一个健康的教会的生命。所以教会就会通来建立这款的团契的生活。若是安尼，咱就要搁进一步来思考，我的团契小组的生活的关键要对什么所在开始？我想特别咱来起造一个真有归属感、有参与感、有成就感。咱咧讲到归属感，就是因为我对这个团契、对这个小组有安全、有信任。当我来到伫这个所在，我会当分享，我的分享的内面，大家会当彼此来保守迄个秘密，不只是保守秘密，嘛会通阁为着咱的困难，来伫每一天的生活中，为着咱的需要，为着咱的个人来提名来带导。这是一款的信任，这是一款的真安全的一个感受。咱来到伫小组团契内面有一款的参与感，这款的参与，互咱会产生迄个价值的观念。迄个参与是互咱会当感觉讲，我来参与伫这个团契，参与伫这个小组，伫参与的内面来显出我的
我的信仰的价值观，我的人生的价值观，我对这个团契、对这个小组的贡献。然后我就开始渐渐有一个成就。这个成就毋是要成就咱个人，这个成就是要成就伫共一个小组、伫共一个体、伫共一个基督的内面，咱有共一个信念。这个信念会互咱有一个因路感，是会通来荣光上帝，对咱家己本身来做起。这三项若欠缺一项，咱的关系就会变成做一条线的状态，也就是讲，迄个关系是袂稳定。迄个关系若欠缺一项，随时有人会离开。总是这三项若拢无存在，那咧人甲人的关系嘛袂存在，嘛无可能会存在伫咱任何一个小组还是团体的内面。所以，一个健康的团体还是小组，除了有备这三项以外，咱还佫必须爱兼顾有理性、有感性、有灵性等等。因为只有安尼，才会当带互咱有生命的意志、支持甲激励啊。透过这几项的过程的内面，互咱深深去思考着，耶稣当时安怎对伊的学生在讲？耶稣讲：我互恁一条新的诫命，就是爱恁彼此相疼。我怎样听恁，恁也着怎样来相疼。恁若有相疼的心，众人就会捌咱是啥的学生？是啥的学生？是耶稣的学生啊！所以彼此相疼，会互咱伫团契、伫小组内面来成做咱的重要的关键。这也是巴拿巴甲保罗伫逐所在因所伫起造的教会，不断地讲起因所起造的是一个听的团契。所以持续不断伫听的团契中间，伫听的小组的内面来起造因的信仰。毋是亲像咱即摆所想象，咱着爱开分店。然后营业的据点，然后来找出真优秀的 CEO、优秀的员工，然后来建立一个真强、真勇的经营的团队。当然，这拢真重要，总是毋是真正会当互教会来产生影响力，互教会来产生影响力，就是伫咱不断伫团契、伫小组内面来带来伊伫透办起造、安慰、鼓励、扶持，然后咱将天国的福音、将上帝真理。实践伫咱的信仰的顶面，也实践伫教会、伫团契、伫小组的内面。咱若法度进一步伫这个理解内面来看见伫参与的团契小组的重要的时阵，咱来开始渐渐来思考，咱伫教会信仰超出真理，咱有啥物款的价值通来成长？伫教会内面，我想咱的福光教会有起做真侪遮的装备，也有侪遮的演习会。我入来伫即个大厅的所在，入去到电梯的内面，我一直咧看每一个细节。咱的装备的课程不断照咱的需要，一直咧推动出来，一直咧激励出来，一直想要来塑造咱伫人生伫各方面也拢会通来不断来进步。所以就帮助咱开始去思考，你的信仰的价值有偌济？你的突破成长的过程，佫有啥物款的人事物？属灵的谈判，伫你遮个过程的内面来陪伴你。还佫有就是你要安怎用甲众人来分享你的信仰的见证？你对你所接触过遮的人事物甲环境的内面，有偌济对你产生影响力？也就是讲，你必须爱去思考，诚做基督徒的你，诚做基督徒的咱会通带出啥物款好的影响力？咱会通带出啥物款的好的影响力？我想，咱每一个人，咱伫工作顶面，伫家庭的婚姻生活，伫工作的职场，伫教会的侍奉，咱有真侪压力。总是伫即个真侪无人知压力的下面，重大的下面，咱是毋是抑佫依然会通持续来唤醒、思考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咱是毋是依然抑佫会当真努力、真拍拼来学习？真勇敢来面对咱生命中所拄到的挑战，互咱的生命会当更加成熟，互咱的生命会当更加来突破，互咱的生命会当不断伫困境的内面来学习咱的信仰。巴拿巴真特别将保罗带来到伫安提阿的教会来服侍，
因为伊深知教会需要有信仰的影响力，教会需要带出真理、价值的成长甲突破。所以看见保罗有迄款的性命的影响力，希望伊会当同齐来服侍，同齐来起做安提阿教会信徒的性命。有真侪代志，毋是一开始就拢平平成长，毋是一开始就拢已经是真完美、真完整，毋是一开始就是原来硬体、原来的人、原来的组织，拢是需要不断来经过磨练。不断来经过同心合意的付出，才有法度来看见一间教会的成长甲突破，嘛会通看见一间教会要安怎样带互正教会、带互正人，会通来成做福气、成做信仰的帮助。我想，当咱愿意看见家己的信仰的态度甲使命，亲像巴拿巴上款的时阵，是谦卑，是心全，把正人的心。咱的生命就会带出真侪影响力甲祝福了，嘛影响到真侪这当时的兄弟姊妹，同齐参与伫信仰追求的进步，活出真理信仰的价值观，并且嘛有一个气氛，是一个真热情、真勇敢会通突破来见证主的名。所以这是咱伫追求信仰内面，咱必须爱常常去思考一项事，然后咱嘛爱开始来鼓励别人的开力来侍奉。安提阿教会照着因的规律来奉献金钱，来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这是当时因起造所结的出来事奉，来帮助正教会。所以安提阿教会就差派巴拿巴、保罗去各所在去起造教会，因毋但出钱、出力、佮出工。所以我嘛深信，代表新地圣经学院来到伫这个所在。相信咱今年的奉献会比旧年的奉献搁较侪、搁较大，对无？有阿免无？所以，当咱嘛相信，上帝差派伊的工人去到伫达所在咧起造教会的时阵，有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就是看见上帝的圣工的需要，就是照咱逐人的气力，咱拢有参与侍奉，毋管咱的气力侪少，拢无关系。就是照咱的气力，毋管你今日有金钱的奉献还是无，总是我深信，咱拢在参与一项的圣工。就是坐伫这个所在，咱同齐咧关心新地圣经学院的起造的过程。坐伫这个所在，咱了解到安提阿教会当时巴拿巴甲保罗因的奋兴，因的开始做的时阵，我嘛深信，咱嘛有缘会通付出咱的大道的时间。为着圣经学院的需要来贡献咱的大道、咱的关心，就是照咱家己的气力来做。所以一间有影响力的教会，就是拢无有分彼此，拢无看大小，拢是专心同心合意来跟对耶稣基督来起做的教会。所以真正要侍奉，就是照咱逐人的气力。来甘心乐意来侍奉，亲像哥林多后书第8章12节遮所讲的，因为已经有这颗热心，就得到接纳，是照人所有的，毋是照人所啥，毋是照人所啥，毋是照人所无的啊，好，毋是照人所无的，好，所以伫遮个过程的中间，就互我想到，咱同齐来想到耶稣所做一个胜利，所讲的一个技术，5块饼就买去，5块饼就买去。我常常咧想一件代志，当时咧发生这个代志的时阵，伫5000人的中间，敢单啊只有迄个细汉囡仔，有客食心吗？有炸中昼顿吗？有炸物件去食吗？伫5000人的中间，敢只有这个细汉囡仔有炸物件，敢有？无。咱敢有咧想这个问题？敢单啊只有这个囡仔伊家己炸物件，啊其他的人拢无炸，5000几个内面呢？应该有嘛对无？无上无买炸一下麦当劳、肯德基的。应该是有真侪人有炸真侪物件吧？应该是啊。
哪有可能遮尔侪人的中间，只有一个细囝摕5块饼，摕2尾鱼？我相信，毋是只有一个细囝，伊只有早食的物件啦。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无人愿意摕出来，无人愿意摕出来。总是只要有一个人愿意照伊的气力来奉献的时，我要讲的是，当一个细囝伊早5块饼2尾鱼，上帝耶稣就有法度来做出遮尔大的心力，来养起遮尔侪人。何况是咱？咱敢来想想，在座的所有的兄弟姊妹，若说出咱拢照咱的气力，起来到伫主的面前，透过耶稣基督的作为，你想，耶稣基督为着咱来成就偌大的心力？耶稣基督会当为着咱来成就偌大的心力？所以咱来常常求上帝来帮助咱，想说咱伫无相款的温数、无相款的气力，将得救的流魂，逐日来加添伫咱的中间，伫咱的生活的内面。逐人照咱的气力，无论是金钱、智慧、才能等等，咱拢为着会通来抢救人的灵魂，互咱的教会当来成长。当咱付出咱家己的气力的时阵，我相信上帝要阁更加兴起咱的生命，兴起咱的团契，兴起咱的教会。今日要成做一间有影响力的教会，咱必须爱对安提阿教会来学习、来领受，对安提阿教会的本质中间来实践，安怎样看重一个人的生命会当顶头生？要义，咱会当来参与伫团契甲小组，然后思考生命的价值甲成长。搁较重要的是，咱会通照咱的气力来奉献咱本身，同齐来去做属于上帝的信仰，互人来进入伫咱的教会、伫咱的团体。伫咱的生活，互咱拢会通为着主来抢救，互一个人的灵魂会通来得到帮助，得到得救。愿上帝赐福咱，互咱拢会通同齐伫这个过程的内面，来大大来受激励，也大大来受帮助。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阿罗你，伫主你所设的教会，将阮组织做伙。爱阮会通照着主你的真理来实践，主你不断用你的话来鼓励阮，互阮会通要伊来去做一个会通影响人的生命，会通影响人的教会，会通影响人的团体。阮相信，伫阮所组织的团契小组，踮伫教会的内面，会通影响侪人，是出伫阮的谦卑的领袖，互阮会当专心伫主你的真理的内面来去做。互阮会当专心来要义，不断来锻炼装备阮家己本身的时，就互阮会当看见主你福音救赎的工程的需要，互阮会当来明白主你的心意，来完成救赎的计划，踮伫阮逐人的中间，互阮会当时时来活出见证的生命，因跟主你的名，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妹，下面有圣经学院的一段的影片，邀请咱大家共同来观赏，嘛共同来关心。感谢上帝的保守，咱圣经学院用圣经真理做基础，为牧者甲教会同工提供教育的装备。咱的课程帮助兄弟经历医治甲成长。针对牧者同工提供灵修甲进修，传教者平常无闲服侍，所以更加需要静修。咱学院的课程设计真侪款，有圣经释义、讲道。牧养关顾、宣教、牧者的自我认识，甲灵命的成长，通过讲师甲学习者的互动，帮助每一位同工重新得到火热的心志，衷心回应主上帝所交托的使命。针对信徒甲上帝的关系，学院有设计无相款的基督教灵性课程甲工作坊。
深化丰富灵命的旅程，比如举办生态灵修体验营，邀请英国的布勒斯教授，引带咱探讨后疫情时代如何关心上帝创造的世界，也举办第一届基督教教育博览会，主题是福道福音现场。伫当代基督教艺术工作坊，邀请基督徒艺术家分享，伫日常生活中用艺术表现对信仰的敬虔。咱有规划4个艺术类型的展览空间，引带参加的人福道福音的现场，甲家己对话，完成一幕心灵艺术的信仰展现。牧者高峰会议，邀请全国的牧长来到新竹市的高峰路，将牧养成做一段温度训练的旅程。当体会到陪伴的对象哪多，所需要的策略也哪多。伫这个不断变动的世代，伫第一线牧养甲信仰的教育者，会搁较努力敲找甲使用各种方法甲工具。期待搁较有系统、有深度来服侍。针对教会需要，设计深度灵性课程甲工作坊，也负责课程的内容、带领甲专题演讲。欢迎有需要的协助的教会也是机构，将恁的期待对阮讲，重新规划培育课程甲活动。通过具体服务迈向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咱的教会亲像伫天里。未来圆体空间继续更新，互空间搁较活泼，一步一步改造原有的建物，符合现代化。搁较有信仰意涵的空间，互基督教信仰的生命的水，真实伫艺体的设备。疫情了后，有搁较侪兄弟姊妹来到圣洁学院使用各种的空间，举办活动，伫遮住甲食。行业的餐厅提供四季各种的菜色美味，互上帝的囝儿同齐倒。共同饮食，做伙享受上帝的恩典。邀请你透早伫校园散步，亲自感受日头的光、土地的青翠、开的花，体验造物主的美好创造。圣经行业的时间是上帝美丽的时间，伫遮会使甲上帝相拄，邀请你甲我用奉献来参与圣经行业的时间，继续为着圣经行业关心大道奉献，感谢。嘛，咱拢会当来听圣经学院。我要出门，透早要出门的时阵吼，我特别看，咱旧年奉献是58000几箍啦吼。咱有2场礼拜，我安尼扫过，咱有超过200个。若一个人摄取200箍就好。咱第一场200箍，咱若200个就4万箍，2场就8万，咱就赢过旧年的奉献的数额吼。所以嘛，咱常常为着圣经学院也来关心甲大道，多谢。咱感谢牧师带来上帝的信息，互咱有得到帮助甲利益。咱即时嘛，咱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这条回应的圣诗伫圣诗321首，圣诗321首，咱一个吟就好。然后咱吟诗煞，咱嘛做伙为着几项代志，咱做伙来祈祷。咱一个吟，咱来吟这条圣诗321首。我求主，
这是咱为着几项代志，咱做伙来祈祷。第一项，咱为着今日是圣经学院的奉献水来祈祷，求上帝帮赞，互这个奉主名设立的学院会当来帮赞每一个信徒，会当得到灵性的培育，会当互因伫透过圣经学院的装备，伫任何的角落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甲福音。第二项代志，咱嘛为着教会来祈祷，透过今仔日黄牧师的分享，互咱做伙来学习。爱安怎真做是一个影响咱的教会，为着咱的教会富强教会来祈祷，求上帝帮赞，互咱的教会真正活出一个主所欢喜的教会，也为着黄牧师伫当年教会的服侍来祈祷，求上帝也帮赞当年教会伫台南地区也真做一个是影响咱的教会，咱做伙伫台南这个地区做伙为主来做伙复兴，来兴旺伊的福音。第三代志，咱嘛为着教会中。需要兄弟姊妹来祈祷，无论是伫周报中的，也是你所认捌的兄弟姊妹，为着因的需要，咱为因提名来祈祷。咱为着这三项代志，咱做伙开喙，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你帮助，互阮伫这个款的所在，特别伫为着圣经学院来祈祷。主啊，互阮透过圣经学院你所设立的这个学校，互阮做人得到造就，得到帮助，也透过兄弟姊妹的奉献甲代祷，或者个所做了的教会会当有加添帮助，伫这个内面，为着教会来祈祷，为着教会得到同在，主啊，帮助阮互伫同在，是看顾。亲爱的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来献上阮的祈祷。主啊，阮特别为着今日是圣经学院主你来祈祷。主啊，这个奉你名设立的学校，求你来帮助内底所有的同工、所有的老师，透过因的生命的分享，透过因知识的传播，互每一个伫遐学习的学生，每一个伫遐学习的信徒，拢得到造就，互因通来用因的生命，因所学习的来真做伫因地方的祝福，真做是地方的好的消息。特别主要阮嘛为着阮的教会富强教会，也为着当年教会，也为着台南的正教会来祈祷。主啊，帮助阮，互阮伫阮所徛起的所在，拢真做是一个影响咱的教会。主啊，阮在你设立每一个教会，伫无共款的地区，拢有你美好的旨意。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无共款的教会，伫无共款的信仰的群体内面，阮拢做伙合适，做伙合适来为主来传播你的福音，为主你来传播美好的见证，也伫遮起造你主你所欢喜的一间教会。主啊，阮特别为着教会中的兄弟姊妹来祈祷，特别是伫因的生命中拄着困难、拄着挑战，无论是伊伫因的家庭、伫因的身躯，还是伫伊的心灵有拄着挑战、拄着困难、软弱的，求主你来扶持，求主来帮助，互因搁一届得到对你遐来的快乐，对你遐来的勇气，互因搁一届刚强壮大起来。求主你来扶持因，来牵因的手，帮助因，互因搁一届看见主你的恩典是教也因用的，搁一届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也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引带阮，求主你来带领阮头前的道路，这是阮同心合一的祈祷，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将咱的时间交互咱的师会。请咱即时三甲来奉献。
请咱起立因奉献的圣诗。请坐，请咱来看周报的后壁面，本日的经句，咱做伙来念。为着伊捌受屈辱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马太福音5章10节，咱搁念一解。为着伊真受屈辱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马太福音5章10节。这是我来报告。咱看周报的第2页，下周的事奉当讲是詹牧师，书例是叶山营执事。咱看周报的第4页，集体交通。咱看第3点，本会伫今仔日下晡2点有举办一个吟诗漫游地球村的讲座，是咱为着咱的教会50周年的庆典，咱有请骆维道个苏慧珍牧师夫妇，有咱的富强54年的纪念歌。骆维道牧师伫今年第35届的传艺金曲奖获得特别贡献奖，所以这是很高的殊荣。嘛，请咱的信歌队也是咱有对音乐有时间有兴趣的人，咱做伙下晡2点伫咱3楼做伙来参与。咱看第6点，其他消息。第2期的奖学金的申请，凡符合资格的人，伫今仔日会记得去领迄个申请表，来申请。佮今仔截止哦，所以若要申请的，紧去调卡1楼的办公室来领取。第2点，咱中职联合会定伫9月22日下晡1点半召开第3期的联合会议，请咱的长老执事、服侍想拄、备办生来参加。佮若有代志要请假的，请咱伫9月19进前交迄个小王干事。佮若有其他议案嘛要提出的嘛，做伙来提出。咱看第5页，门徒培育时间，咱来看第2点，咱的社区的音乐班佮书法班拢有咧固定咧招生，伫每周拜六的4点到5点半，地点伫咱的敬拜中心的2楼的会议室，请咱做伙来参与。佮咱来看第3点，爱上陪伴的时间，课程足济，佮请咱的兄弟姊妹若有需要的，咱嘛会当推荐下需要的人来看。所以咱的周报是做功能的哦。咱若周报，咱若看到讲有咱感动，也是咱的附近的厝边社区的朋友，也是咱久久还袂联系的一寡会友，咱会当翕这相片互伊看，佮伊就当去来参与这活动。咱这拢有 QR code， 伊嘛会当用手机啊扫落内底看内容，佮咱来看牧区佮团契的消息，上年团契拢固定伫拜六来聚会，即届有影片的欣赏，佮下周佮有，咱本周有影片影响，佮下周有拟动笔、神动工的分享。佮主日学第2点的主日学，咱即摆佮缺少迄个影音的童工，佮高年级的老师，请咱有听到这消息有感动的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参与。佮咱来看咱的第7页集体沟通的部分。新老朋友举办叫做“宠爱爸妈”的健康的专案，
吼，即马咱是真正政府拢咧推广4大爱塞，还佫健康的活动，所以请咱若讲有爸母，吼，拢无咧定期咧做检查，咱会当来伫咱下骹，也是伫咱的1楼的办公室来索取咱的报名。因为健康，咱会当先知，咱就当先治疗，佮咱的爸母，咱就拢免烦恼。以上咱请牧师补充报告。请乡亲大家平安。我先来介绍第一届含咱做伙来参与礼拜的兄弟姊妹。第一位是咱的陈正成弟兄，这是啥物所在？咱的苏老师、苏美纪老师的朋友，咱拍手来、拍鼓来欢迎伊。欢迎。好，我搁要介绍2个新朋友，其实是我算是我厝内的人吼，我的阿姑和我的姑丈。因无写着新朋友的单，但是第一来参加礼拜。曾慧婉姐妹和伊的先生杨俊南先生伫倒位？伫遮，欢迎。好嘛来搁一届来特别来介绍，嘛特别来欢迎是咱今仔看到咱的诗班，咱的颂扬诗班吼，平常时拢是圣歌队一个团队来唱歌，但有时阵伊嘛用较小的团体做伙来唱，来做伙来献诗。我要特别来介绍伫咱颂扬诗班的指挥吼，咱的信礼老师吼，咱做拍鼓来欢迎。搁有伫咱拄仔有提琴的吴大伟老师欢迎。搁有新加入伫这个唱歌的这个团体内面，咱的丽霞老师新的队员欢迎。好，嘛要特别介绍今仔来和咱做伙分享上帝信息的圣父牧师，搁一个请你起立，咱拍拍甲你欢迎。其实圣父牧师和咱的教会嘛算真有关系吼，因为圣父牧师就是咱的信德长老和咱关外这的竞赛咱安尼会当了解，和咱教会其实足有关系。而且，佫有一个关系是，当我佫是国中生，第一届来到伫教会的时阵，当时的新学生，就是我叫伊叫圣父哥，所以我嘛会当算是圣父牧师带出来的青年好，所以才有欢迎每一个新朋友来到伫咱的教会做伙来参与礼拜。牧师伫遮有几项代志来大家来特别来报告，特别说明。随便拄仔咱的师会已经有甲咱介绍，咱有甲咱讲咱煞来教会一寡事工，但是牧师搁要特别来邀请伫下晡伫咱2点到5点的这个活动，特别伫下晡2点的这个活动，不只是邀请罗牧师和苏牧师因来到咱教会做伙分享圣诗的诗歌，伊嘛要特别来分享罗牧师为着咱教会所写50周年的一条纪念歌。咱知咱教会准备要进入50周年咱嘛开始推动侪事工，特别有一项就是咱有邀请罗牧师为着咱的教会写一条50周年的纪念歌，所以伫下晡的时阵，罗牧师嘛会教大家做伙来安怎唱这条50周年的纪念歌，所以。这个活动对咱富强教会每一个会友是非常有意义的。咱做伙来学习，咱嘛做伙来伫遮来庆祝，来准备迎接咱的50周年。同时，咱嘛透过罗牧师和苏牧师因的分享，互咱对圣诗透过因的分享，互咱嘛对圣诗对音乐有搁较侪无共款的一个认捌。然后另外一项代志嘛，咱爱搁一届来报告，就是咱开始要进行咱的幸福小组，今年的幸福小组为9月18号到11月初3，咱要开始咱今年的幸福小组。咱伫咱的周报内面有记录每一个幸福小组的地点以及因要开始的时间。所以虽然咱可能无参与伫遮的幸福小组，但是咱既然是同一个教会，咱就做伙为着遮无共款的幸福小组，为着遮的福音事工。咱做伙来祈祷，为因来守望，也特别为着要来到遮每一组的新朋友，遮的伯叔为因来祈祷，求上帝来感动因，开因的心，互因来到伫教会，来到伫这个小组，就互因的心受感动，愿意来明白耶稣基督这个水这个好的消息。搁有一项代志，
嘛是特别搁来和大家报告是，咱看到周报有一个婚礼的消息，有一个婚礼的消息，就是顶礼拜牧师嘛特别报告，咱的 PY 弟兄和咱叶山林执事伊第二后生要伫10月19号早起10点，伫咱教会伫遮举行婚礼。特别爱报告这样代志是，除了邀请大家来为因祝福以外，因为因中昼时嘛有一个喜宴，所以若是你要参加，一定爱去登记，爱去报名，那呢才会当互因方便来统计人数。哈，最后牧师搁一届来邀请，而且要和大家来鼓励，透过今圣父牧师的一个分享，互咱知伫咱的教会要真做一个有影响咱的教会，是爱咱做伙团契，伫遮做伙起造信仰的团体。所以伫咱的周报，咱常常会当看到，夏牧师嘛咧大家鼓励，伫咱的聚会，咱爱会记哩准时来到伫教会嘛带着一个敬虔的心，嘛毋若是伫主日的时，伫咱的小组的时间，伫咱会当有参与教会侪的事工，也是伫拜五祈祷会的时阵，拢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参与，咱拢做伙伫这个信仰的群体，做伙起造一间合主心意的教会。愿上帝赐予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将时间交予咱的师会。请咱也因上音圣诗388首，因光归圣父上帝。请咱因起哩音转首，音是煞，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众人常常同在。对这是教因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牧道。比会咱第一场到这结束，咁请咱大家嘛当到咱的心灵转角享用咖啡，咁嘛当到咱3楼的爱心午餐，好，请咱来互相来联系。